米粉工厂内白茫茫的氤氲雾气，作业员快手将揉制好的米团放入机器。另一头几个人早等着捞起米粉，一束束放在竹筛上，等着送进干燥室风干。看出什么门道吗？新竹米粉它是蒸汽把它蒸熟的，然后我们这边是水煮的，所以我们这还有一个名称叫水粉，就是那个阶段。对，那个是水煮的。老板柯胜文一语道破丰坑米粉与新竹干燥吹粉的差别，但其实知名的新竹或埔里米粉最初的源头都来自这里彰化分园的丰坑。手工的时代啦，然后我们米粉要晒米粉啊，晒米粉的话就要，其实晒米粉它是风吹，你要靠风吹把那个水分吹掉、吹干的。然后我们这边的地形刚好它那个风向很容易就把那个水分吹掉。需要风吹日晒的米粉，如今有专业的干燥室，避开阴雨的干扰。地高风强的环境特性，让丰坑从清朝起就是米粉的故乡，现在却沦为替人代工、为人作嫁。对，毕竟还是要自己的品牌啦。你一直帮人家代工的话，对我们一点保障还没有啊。外销也是一条路，柯老板的米粉已经打入美国市场。3种不同粗细的产品，各自符合华人、菲律宾人和越南人的口感。业者一步步开拓，打造丰坑米粉的新舞台。所以你现在正在等着他们要送货，对不对？所以做后嘛，不会后嘞。哦，快做好了吗？做后嘛，不会后雷，就是快好了。一个制作米粉已经200多年历史的山腰村落，老字号的米粉业者正在觉醒，如何打回丰坑米粉的江山？做后嘛，不会后雷。做后嘛，不会后雷。